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阿强啊，离台湾周边的海峡做实弹演习，讲这个状况真惊险，差一摆摆啊就震起来了。台湾有一个军事迷叫做温约瑟，伊就是做解放军基地甲设施的地图迄位制作者。伊伫咧推特来分享，讲咱的国军有一台成功级的军舰，伫咧高雄西南的海峡咧拿炸中国的长春舰，无爱互因进入海峡的中线。双方就伫遐对立，两台军舰上近的距离只有200码，大约是182公尺。讲迄个态势是真紧张，讲咱的国军甚至已经做好要甲因烧融的准备了。也毋过从期尾，咱的国军也是顺利来逼退掉中国的军舰，完成着5天来警戒的任务，嘛来展现国军保护台湾的决心。中国解放军伫台湾附近的海域演习，就算经过公会时间，也阁无宣布结束。到昨下晡5点为止，有13台军舰伫台湾附近咧活动。网络流传一张咱国成功级的军舰伫高雄西南边外海，甲共军长春舰相对的画面。解放军基地甲设施地图制作者温约瑟特别伫推特公布。舰上的官兵日记嘛讲着讲，共军伫7月继续逼近海峡的中线，本舰的任务是挡住中线，袂使互对方进入海峡的中线。面对继续进逼的共舰，阮做好烧融准备。上晚的时差不多干那182公尺。昨天下午12点多的时候，他直接用账号来，他推特来私讯我，他就问说，能不能帮他分享啊？他其实传过来的东西，我是分享了一部分。咱国成功级的巡防舰，1993年服役已经将近30年，排水量差不多是4000吨，上紧是29节，配备标准的1型防空飞弹、向2向3的反舰飞弹甲鱼雷。共军的长春舰排水量差不多是7000吨，上紧是30节，配备防空飞弹、反舰飞弹甲鱼雷。长春舰说真的，它不算是中国的那个顶级的巡防舰啊，成功级军舰它配备至少它有那个防空飞弹系统。那长春舰的配备，说真的，防空飞弹系统比较阳春。就反舰飞弹的实力来讲，成功级舰配备雄风3型飞弹，所以其实在整个长距离的射程来讲，是占优的。专家嘛强调讲，因为军舰伫海上航行，袂当随时动点，即嘛有未来两岸军舰伫海上搁相对的时，咱方舰长的指挥技巧甲应变的能力受到考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